带着写有家人在哪里、停止种族灭绝横幅的维吾尔人继续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举行示威，以要求当局提供他们在东突厥斯坦被非法拘留的家人的信息。尽管天气寒冷，维吾尔人每天都在中国领事馆附近继续活动。有近300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引起了土耳其和世界媒体的关注。与此同时，在德国慕尼黑，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在中国领事馆前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抗议活动。在日本的游行示威中，向记者和公众简要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的现状，以及中国在该地区的压制和种族灭绝政策。来自东突厥斯坦的哈萨克族人在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馆前进行抗议，他们带着被中国失踪的家人的照片。尽管天气寒冷，挪威的维吾尔族人仍在中国驻欧斯陆大使馆前继续抗议示威。东突厥斯坦国际协会主席卡武朱就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卢的维吾尔人在土耳其过着自由的生活一词做出了回应。他说，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斗争不仅没有得到支持，而受到干预。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卢最近在一份声明中称，维吾尔人的生活得到土耳其国家的保证。卡武朱表示，我们相信土耳其不会将任何东突厥斯坦人遣返到中国，但是土耳其与中国签署的引渡条约似乎合法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行。他表示，西方引导的世界目前讨论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但是土耳其不在其列。相反，土耳其试图限制维吾尔人的活动。他说，维吾尔人在中国驻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外交使团的活动遭到了警察干预。中国因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而受到全世界的批评，而其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敌意行为已扩展到东突厥斯坦外的回族人。有报道称，在青海省有人用石头和木棍袭击了清真寺，该事件在媒体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中国青海省发生的事件中，一群汉族人用石头和警棍袭击了一座清真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照片显示，清真寺墙壁被拆除，但现场没有任何警务人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伊斯兰中国化政策已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强烈批评。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法赫雷丁·阿尔通会见了中国驻安卡拉大使刘绍斌。阿尔通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在新闻办公室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绍斌先生，我们向他转达了总统先生给中国国家主席的问候。我们与绍斌先生讨论了围绕新冠病毒的合作问题。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最近发表声明，否认国外维吾尔人无法与东突厥斯坦的家人联系，并说该地区各族人民与国外亲属无限和自由接触。维吾尔人希望土耳其当局与中国官员会晤时提出维吾尔人所面临的种族灭绝。美国总统拜登周五以视像形式出席慕尼黑国家安全会议。他发表演说时向盟友强调，美国已经重返国际舞台，并呼吁盟国携手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独裁体制的威胁。拜登表示，国际盟友需为与中国长期竞争做准备，包括应对中国的经济滥用与胁迫，认为这些行为削弱国际经济体系基础。他呼吁盟友捍卫民主价值观，捍卫和平与共同价值，并促进太平洋地区的繁荣。他同时提及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强调美国会修补与欧洲盟友的关系，